阮这伫九13年吼，阮就开始收藏啊，吼啊，阮这拢是学员做的迄个红袄。所以我等下学的，若做了好，你会给我摕出来展览。哦，会哦。安尼哦，哦，袂少呢，什么款拢有。嘿，阮这个是粉红芭比哦，这是阮台湾吼头一个生产，头一个伫台湾卖。哦。这身甲印象中的芭比娃娃较无共，这身较像迄个印象中迄个模样呢吼。嘿对，吼这吼拢一寡清调的，清调的。还有哦，这我知。哦。客家人。对啦，哦，你够巧，你一看就知。原住民的嘛有啊。嘿啊，原住民阮遮嘛拢有做啊，嘿啊。吼啊，你看，吼因的衫吼每一款哦，拢有因的特色，啊，所以阮若咧做的时阵哦，我嘛是拢爱家己的特色做出来。当然啦，啊像这个啦，嘿啊，像这个达悟族啊，你看足特别的，嘿啊，因咧滴的帽啊安尼。所以咱泰山遮港是芭比娃娃一个重要的历史所在。对啊。